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一笔，央行伫今仔日举行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，宣布条例对咧降，依持利率2%无改变，连续6届是拢无做调整啊。也预估今年规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到4.55%。伊若讲到外界关注的这房市管制这部分是无去做调整，不过因也强调讲，这银行放款季度集中，不动产贷款情形已经有较冷落来啊。 政策利率不变哈，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通膨啊，都还是控制在2% 以下。央行第三季理监事会议18下晡上场，不过央行无对美国联准会降利息，是维持2%，连6届无变。央行预测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率是2.51%，全年是4.55%。因为团散受到关税影响，减班扣分较济，佮因为新青安贷款案件济，央行会透过公开市场操作。 提供银行自主管理不动产贷款变动调整空间。目前还是没有放宽，只是说要对于这个排波的问题呢，我们要做一些的协助。所以呢，我还是再强调的说我们是用公开市场操作，比用这个存款储备率来得好。我觉得稍微有一点 tight。 那我就希望更多的一个资金出去。因为建证金管会在放量银行法第72条之2，排除申请安信贷，各界拢正关心央行敢会放量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，和房市较无限制。不过，这届央行并无宣布放量，应该是合理的决定。 而不是说是勇敢的决定啊！我现在来协助他来解决这些排布的问题，但是那之后就是说，好像就是说这个水龙头已经是放开了，不是？你反而更应该要密切注意它的 impact 是什么？你的排布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？第二个呢，对房市的影响呢，会不会再上来？ 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去注意。央行嘛公布，全体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比率已经为6月底关点37.61%，慢慢降到8月底的36.71%。市场关心不动产风险，当时当看到解除信号。集中度太高的话呢，资源会排挤的你的那个什么，你产业的所需要的一个信用资源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你会让房价过度上涨。 但是新台币的汇率，杨金龙是讲已经有比5月、6月较稳定，汇率还是由市场强势决定。预定第4季央行理监事会议会做选择性信用管制的总检讨，再来决定是不是继续实施。记者采访报道。